个社会啊，愈来愈讨厌北斗路客啊。一撮也做年囝，家己你前路后路，你要扛只牛甲狗，数到千个3箍。以前饲狗啊，是为了解闷；饲羊是为了家养草。现在人饲羊饲狗啊，介多当家食啊，唔大大狗奶牛奶啊，我会甲伊买连只啊，有棍头啊，有其他杂啊。你惊花点钱啊？该享受的人，你花多努力；该努力的人，你真多多享受。以前个人吼，贪污换来老较苦，换唔敢享福。现在个人啊，后生囝一撮啊，大概补家己，因为1好千好，换享受啊。以前教训啊，该没难补个，就是为咱该销量咯，咱土地下目一声就得个。现在人教训啊，爱车爱厝，爱3金5金，你看爱做囝金啊。以前啊是教训后，劳人共同来奋斗。现在个教训啊，是一人需奋斗，一人爱来享受。以前啊是结婚过离婚哦。现在个是离婚过结婚更恶，应该是天变地变啊，含天时大变啊。以前个立冬吼多晴朗，现在个立冬啊花到千多啊。